来看这国道3号路南的龙泽路单行中道发生修路车和国道工程车相撞意外，杀害这工程车并落去河南，落落去高公少深的山架，造成车顶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这工程车是规台毁掉。目前呢是这双方拢指控是对方造成意外，不过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。 原弄车驶伫为外线道切入中线，原本驶伫内侧车道的黑色旅游车，疑似拍着镜，车身先是往道边偏煞，后来佫转向正面，直接弄着原弄车国道3号南向182.7公里，龙泽路段2到11点半左右发生严重交通事故。原弄车轰弄着了后，冲破河南对路高公车深的并部。以前讲撇掉啊，有撇掉啊，不过有偏撞到而已。 当初就是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啊。这个上救护车前啊是都没有反应啦。 原弄车并落伫台中市向上路边仔的边部，车头已经毁掉。21岁姓李驾驶面甲骹手受伤，坐伫副驾驶座的57岁姓陈工程人员当场就无喘气心跳，送医急救有缘死亡。原弄车业者表示，迄当时当要前往185公里处理落落的物件，行驶中轰弄着。那技术调查49岁旅游车驾驶无受伤。我是直行，对啊，然后就是看工程车靠过来这样，对。你吓一跳？对，就吓一跳。 它有发生碰撞吗？之后我就不知道了，之后就太突然了。缓撞车行驶于中线车道，自小客车行驶于内侧车道，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往右擦撞缓撞车，导致缓撞车撞击外侧护栏后翻下边坡而肇事。本起事故导致一人驾驶受轻伤，那缓撞车的副驾驶乘客送医不治。 事发了后，国道警方甲高公局事故处理组随即紧急排除状况，佮调动4台拖吊车将事故车拖离。旅行车驾驶甲原弄车业者互相指控是对方肇事。原弄车业者表示，轰动的原弄车未输报废，后手会向对方求偿。那详细事故原因也等待警方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